史瓦蒂尼的面積無到台灣的一半，是世界上上貧窮的國家之一。咱的採訪團隊曾經佇2023年前進非洲，探訪到史瓦蒂尼的偏鄉部落，發現佇當地水電、糧食甲生活物資攏相對欠缺。讀冊這件代誌對農村的囡仔來講，變成一種的肖像。一個來自台灣的非政府組織，跨過1萬多公里的距離，親近非洲，建立着育幼院甲學校，結合着各界的愛心，助養貧童。接受輔助的囡仔，努力學中文，甲台灣牽起着深厚的緣分。咱就來去史瓦蒂尼，熟悉這陣會曉講中文的非洲囡仔。正因趕外媽愛食的胖，離頂擺轉去已經半冬啊。奶奶，如果看到你，會不會很驚訝？說，你怎麼這個時候回來？會，他會。不知道你要先回來。他不知道，我們給他一個驚喜，也很好啊。因到佇史瓦蒂尼南部偏僻的莊仔頭，攏是雜草的山崙，敢若幾戶農家。黃土高的土角厝，佇低溫10度的寒冬，看起來真單薄。這個時陣，熟悉身影出現啊！耶，mon già，你弄給。成個。要不呢？滾。哎。악死我去咯！哎，악死個！正因有記憶以來，外媽是爸母離開世間後唯一的倚靠，伊阿兄甲外媽相依為命。那我看到你們家這邊有一棟新房子，這個新房子是怎麼？這新房子是哥哥在台灣一邊讀書一邊工作，然後存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房子啊，其實還沒有蓋好，它已經只有一個雛形，但是可以看到它的其實不管是建材啊，或者整個空間格局，都是比它原本他們家的這個泥土屋還要更舒適，整個空間也更完善。這是奶奶的房間，然後哥哥的，然後這是廚房，所以就會變成是你們一家3個人都可以住在同一個房子裡。對，很期待哦。對，很期待。為5歲離開家園，秋冬攏佇另外一個家度過。當年的12月南半球熱天的聖誕節，才會回去甲外媽團圓。他不要我們一直在這裡辛苦，那我們去 ACC， 我們可能會過得還蠻幸福的。所以那個時候，你還記得你當時離開家裡當時的情況嗎？他沒進步，但是退步很多了。對，也有可能是因為表媽媽的兄弟姐妹回去南非工作，然後沒回來，他們也沒有在養奶奶，對，所以算是奶奶已經靠在我們身上了。難怪我奶奶是我世界上最愛的一個人。所以現在哥哥在台灣，那你以後也想要到台灣？對，我想要去台灣，但是問題是，當我們2個都已經去台灣，那奶奶這邊怎麼辦呢？所以現在哥哥在蓋這個房子，是為了要讓奶奶之後過得比較好。所以每一次回來，你都會很特別珍惜跟奶奶一起的時間。對。你這個是開心的眼淚還是難過的眼淚？開心，我終於哥哥出來一個能力，已經讓奶奶知道了我們多麼愛她。沒事。
前因只是蘇瓦蒂尼農村囡仔的縮影，依照世界銀行的數據，蘇瓦蒂尼差不多110萬的人口，也毋過有58%人民生活佇各地貧窮線以下，一個人一工平均的收入敢若9美金，相當是60塊的台票。真濟非政府組織親近蘇瓦蒂尼，包含由台灣人創辦、助養靜飲成長的阿彌陀佛關懷中心。歌聲飄揚，教室內小學生在唱中文歌，也毋過因攏毋是華人的面貌啊。冷風徐徐吹，寒露陣陣來。對台灣老師朗讀中文真單調，學生除了學母語甲英文以外，攏愛學中文。傳承非洲文化，嘛建立全球視野，內在潛力也得以發揮。你自己學畫畫幾年了2年。是你自己學的，還是跟老師學的？我自己學的。為什麼會想要畫畫呢？我也要賺錢。你覺得可以賣多少？50塊。嗯。這張要賣給誰？但是我要給我媽媽。哦，為什麼給媽媽？給她看。她喜歡這些水果嗎？對，他不知道我會玩。中文以後一定是世界上一定會用得到的語言，對不對？尤其在非洲，其實你很難得會有機會學。好多那個畢業生回來說啊，真的中文讓他找到一個好工作，甚至呢，他的薪水待遇會比別人還多。透過教育強化囡仔的才能，由社工轉介來醫生，自細漢佇園區生活就學，來自全球助養人的支持，讓因到18歲進前，攏會當安穩的成長。若要講這是育幼院，佫較像是有宿舍的學校。阿彌陀佛關懷中心佇馬拉維、蘇瓦蒂尼、納米比亞等非洲6個國家，為善食囡仔打造一個基。大漢的照顧細漢的無血緣的關係，卻建立別墅親人的情感。因共同的大家長是伊園長媽媽。要乖乖的學習哦，知道嗎？知道。上課愉快。我們的畢業生已經出去了，可是他們常常跟我聯絡，他沒有忘記這裡，他沒有忘記他曾經栽培他長大成人，可以讀到大學的這樣的一個家。他把這裡當家了，這是我感到最欣慰的。我們大家對孩子們的希望就是，他要記得，以後長大成人以後，學成歸國以後，他們要把這一份大眾曾經對他們的愛，把它傳下去，這個就是最好的回饋。中小建築採佇非洲的土地上，以佛教為本創建的阿彌陀佛關懷中心，升旗典禮聖歌悠揚。孩子他在他的原生家庭一定有他基本的宗教信仰，很有可能他是基督徒，也有可能他是天主教徒，更有可能是回教徒。Anyway， 不管他什麼徒，他來到這邊就是尊重也遵照我們的一個規矩行事，潛移默化讓他知道佛教其實對他生命來講，他可能不是一門宗教，而是他生命當中的一個哲學。其實我是一個基督教徒，但是我真的蠻欣賞佛教的那些教育信仰，每個人都有自由的那個選擇啊。千金8歲時，老母破滅過身，變成孤兒，外媽無才調飼伊甲因小弟。9歲時來到阿彌陀佛關懷中心，第一志願是到台灣留學。我跟台灣有緣，對，然後這麼喜歡台灣，我就一直問自己，我上一輩子是不是台灣人呢？我是想要當那個建築師、建築設計師，對，然後也很喜歡那個動漫，所以我就很期待去台灣，去學這些東西。如果可以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會把握。山這個大地卻培養出豐富的夢想。千金細漢的是用2年積極學習，中文會通和願望變成可能。喜歡長大以後，你才能有
天天講中文的機會。像我們如果出去在外面去表演，我們一次的孩子都會用中文聊天。對，因為這樣子我們也會有那個眼光，別人都會期待，就羨慕我們吶，說哇這些孩子怎麼會講中文？千金的目睭內明亮有光，在蘇阿底尼大漢，不過伊世界無限大。依照媒體報道，蘇國的好野菜的差距是全世界第4高的，排在聖多美普林西比、尚比亞甲納米比亞的後邊。2021年，蘇國全國的失業率33%，青年失業率高到58%。而阿彌陀佛關懷中心一度為像我是現實的無奈。在史瓦蒂尼的山區部落裡面呢，其實會有很多居民，他們會來到這個社區的關懷據點，因為每個月一次會有很多 NGO 來到這邊去發放物資給這些居民。設備無完善的厝是學校，嘛是日照中心，這老師攏是校長兼講經。We cook, we teach the children and play with them. Maths, English, culture, and dancing, and in colors, shapes. The most problem is food, even to the families at home. 在社區的關懷據點呢，這些小朋友們他們來領取物資，他們今天拿到的是像是蠟筆、削鉛筆機，還有一些書本。I think medication is also. As we know that the children are from poor families, poor background, so it's hard for them to go to hospital. So they are giving them the challenge when they are working here. 阿彌陀佛關懷中心定期運送物資到社區的救濟站，協助居民維持生活品質。資料顯示，當地家庭有93%要你用傳統的洗盒仔，34%無電通用，60%無清氣的水資源。在路邊，原拄着你洗衫的婦女。Take this. Okay. Take soap. No, you hold it like this. Like this. You do like this. Then. OK. Wash. Wash. OK. Wash. Like this. 這邊其實旁邊就是一個水井啊，然後他們都會直接在這邊拿到一些乾淨的水，就直接在旁邊開始洗衣服，所有的衣服都是用手洗。那他們現在就在教我怎麼樣來洗衣服。Survive without water. Water is so precious. Yeah. We wash with water. We do laundry with water. We water the garden. 要有一個很清潔的生活用水，其實不容易，因為你要打井，那打井有成有敗嘛。那個成功了，當然就大家歡喜；失敗了，就是錢就沒啦。挖了水井之後呢，我們沒有自己獨享，我們是跟當地的居民共享。我們一共加會了400多戶的 homestay。We are very proud of the borehole here because we are getting more water from our homes through the borehole. So we are not desperate of water in the area. 解決民生需求是上要緊的代志。世界銀行在2023年5月通過以2.6億的支票，差不多是44億的台票，資助蘇阿底尼推動經濟轉型。非政府組織甲酋長部落嘛維持密切的互動。路途坎坎坷坷，物資送入了傳統部落。官網起的傳統風馬厝甲阿媽多厝排做伙，這是酋長部落。蘇阿底尼是非洲最後一個君主制國家。不過傳統部落政治甲現代制度做伙實行，酋長有真崇高的社會地位。部落代表做伙來，清點好一箱一箱人寄回的鞋仔甲衫，這是大真歡喜來領物資。吟唱出歡喜，讚賞澎湃，伴隨着嘹亮的歌聲，來自台灣甲世界關懷，傳愛到非洲，失落的大地透出光芒。